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6月25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前阵啊，好大雨造成市区西道路的路基流失，路面下陷，甚至规拢放落来，嘛，互无辜的民众受伤。对此，市府干务局经过调查，上午正式公布调查结果，就是路轨管线出了差错。只有工程的需要，向市府申请以后，会亲像安尼乌条路面进行管线的安装，或者是相关的维修。但是，这寡乌条的所在，一旦回填无够确实，就会发生进前落雨的时阵，规个路放落来的状况。这个事件，干务局调查以后表示，放落来所在拢是20吨以上的老管线，伫咧回填的时阵，用旧的土方来回填，佮加上落雨流失所来造成的。所以，即马依照着新的法规，拢是用低强度的暗纹土来做回填。加强着坚固以及安全性。它的强度大概20到90每平方公分的公斤那原则上，这个是大概目前全国里面都要求要用这种低强度混凝土。那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因为它如果今天浇灌完成之后呢，它会变成硬块，所以第一个它的道路的路基就不会塌陷。那第二呢，它好处是它的强度又没有到像我们在那个包括一般的混凝土强度那么强。好，它强度在90左右。好，那这样子的话，有时候如果说以后未来遇到要穿线的时候，可以打掉，是比较方便打的。所以目前来讲，包括我们地方政府，包括中央，都已经改成用这种 C2CM 去做回填。同时，市府也要开始针对着台南市各交通要道进行全面的清查，干务局也要严格来执行3级宾馆的政策，保障行的安全。原土做回填，然后去夯实。好，那各位知道，只要是泥土你夯实的部分，今天只要有下雨的时候，它一直要渗进去里面，它就很有可能会下陷，好，所以这几次的部分都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台南市针对道路挖掘，我们是用3级品管。好，第1级就是要求我们管线单位，包括你挖多深1.2米，好，包括你回填我们的低强度混凝土的 C2CM 等等，好，都要记录下来然后呢，2级品管的部分就是由跟我们的区公所3C 区公所的部分我们是每一件它完工之后，它要通报给我们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或区公所，我们会去现场做一个接管。好，然后进入到保护的期限，就会有一个第3级的抽验。我们公务局是联合地检署、还有政风室等单位，还有外聘的技师，组成一个团队，去针对于施工的已经完工的部分去做抽验。那如果今天抽到不合格部分，我们就会有罚处。这几天来，干务局全力检查抢修大小道路破坑损害，目前已经有100外的所在完成整修，也欢迎市民朋友24点钟拢会当敲到1999的市民专线来反映，干务局会第一时间去抢修道路。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署国民健康局调查，在咱幼稚园囡仔平均10个到超过7个有酒气。对此咧宣导正确卫生观念，伫这位议员的看线，上午台湾知名的起面品牌特别关注一万组的起面组合，要提供予国小一级的新生。伫个议员蔡淑慧、洪玉芳、洪家珍、李中琴加蔡玉辉的看线，由台中知名的国际起面公司陈永琪董事长上午特别关注1万组的儿童牙刷，要予今年国小1年级的新生。因为陈董事长本身嘛是成功国小甲后甲国中的校友，因为事业有成，获得回馈乡里，希望借此抛砖引玉，互口腔的卫教自细汉来扎根，互儿童养成正确的洗喙习惯。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这边，尽一点小小的心力来回馈这个我们这个台南市这个新生的小朋友其实根据这个国民健康署的统计，小朋友在小学的蛀牙率10个里面，现在统计出来的数字有7.3个人，这是非常的严重。12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平均有2.58颗的这个蛀牙。那各位也可以看到，其实台湾的健保支出第1名
是牙科，所以这个从小扎根，从小学来教育这个小朋友的刷牙，我想这个是不管对哪一个层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很盼望的带回刷乐陈董对儿童健康、牙齿健康的关怀关照同时呢，也把我们市议会关心孩子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借着校长您的督促，小朋友们饭后要刷牙，睡前要刷牙，都能够传递给每一个我们的心肝宝贝。受证单位包括南区、东区、安平、中西、甲安南以及新营等国小，由台南市国中小校长协会理事长陈明和代表接收。针对这个新生1年级来赠送这样的一个牙刷组对于这个口腔卫教非常的深负意义。向下扎根的教育非常的重要。那么我想可以让我们基层的学校呢，200多所国小学校呢，对于这个口腔卫教的部分能够呢更上一层楼。洗牙组包括儿童器皿、器具等，而器皿顶面搁添加木糖醇的成分，伫个鲜肉刷毛，而且握柄搁是阶梯式的软胶设计，会用来帮助小朋友记咧手克的位置，方便小朋友使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提供老大人相关的登记照顾服务，社区都要清理社区，积极打造照护设施。上午经进一步甲6大以后8系所签订培训照顾服务员的合约，希望让志愿到地的少年人对学校开始得到的实施，共同推展登记照顾服务。台主店护专、免费医专等6间大专以后，总共8相关老人登记照护系所，上午正式甲校局签署合作。校局表示，台南因为面积广阔，老人分散伫37区，所以需要更清理社区、更普及的服务。由于现在每当老人容易14%的成长，所以需要不断培训照顾员的专业能力，尤其是以少年人作为目标。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也完成了我们跟6个大专院校、8个系所完成了合作的意向书。什么样的意向书？就是我们的照服人力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那这一些照服人力的培育，我们希望跟这6个大专院校能够一起合作，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到产业，我们的长照的产业来做一个攻读，做一个实习。那以利我们这个照顾服务员能够年轻化，那让更多的年轻的学子提早来跟我们的这个长辈一起共同生活。那长辈看到年轻人，就代表一个开心，一个希望。据了解，目前台南的照顾服务员平均薪水已经提升到34000块，加上友善的环境，加提高因的社会价值，都希望成为起因进入这个市场的机会。其实我觉得我在这9年过程带长照系的学生，其实孩子们他们会有一些孩子的属性确实是属于比较关怀特质的。那你找对了这些孩子，然后你在这带领的过程当中，你会让他们有成就感，而且有存在感，他们会更愿意去投入。当然，除了人力的需求，校局伫硬体照护资源，对下半年开始嘛打算每一区拢日间照顾中心，估计达到50个中心的目标，来满足多数长辈需求。第一新闻军事郭博义采访报道。汉路景观改造工程对实施以来，虽然面临爱封路等等问题，不过市府百度办难，目前2阶段已经初步展现了成果。整个工程预计伫7月初地全部完工，而且8月中旬也会盛大举办户外艺术。汉路过去经过定价工程无60档，近年来上款再起，成为台南市重要的观光地点。不过因为市府分3段封价启动景观改造工程，不止车辆改道，4工段的店家嘛拢需要挺过3个月黑暗期。对此，22号上午，都发局长伫拍基础的市政升格会中传来好消息，宣布近期内将完工开放。
并且将伫8月18号，包括通风口的艺术作品等造景，盛大举办户外艺术。整个海岸路的地下化这个路面的工程我们会在今年7月大概就完工整个车道大概就会来开放那紧接的部分我们会8月份会来办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启用仪式那目前这个除了地面景观工程大家看得到的部分以外我们有11座通风塔部分我们要透过艺术家的这个装置艺术把通风塔进行重新的这个艺术的装置所以这个大家如果在步行在这个大概800公尺的这个中央走道部分除了一般可以欣赏很优美的这个树木以外通风塔实际上也是一个艺术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浏览可以提供大家非常好的这个逛街环境那海岸路这个下个月部分实际上除了海岸路以外我们中正路在相关的从这个汤德章这个圆环一直到这个海岸路这一段我们也会在中工程适当的这个骑楼地还是这个中间的安全岛部分也进行一些艺术装置所以8月18号的启用仪式欢迎各位市民共同来参与。当然，大桥除了报告民众所关心的海浪监管工程以外，伊的任务嘛是要透过都市计划检讨、加都市更新，以及现在积极推动的社会主体等等，拢希望实现台南市好徛起的环境。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学生自细汉就培养爱乡土的感情，持续推动大美兴的海味中奖，今已经是第4档来举办大港旅游学习奖。这摆学生透过画笔、演戏等等方式，总共15位各中式学生来得奖，成为守护大港的一份子。海尾地方局多年来推动大庙兴学，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今年举办第4届台江流域学习奖，总共有15位来自在地各中小的学生，因得到这个奖项。经过了一档学习，因对着台江地区的熟悉搁较深，也更加爱护这片土地。是台江流域，今仔这流域学习奖针对安南部有寡只下希望讲伫囡仔开始培养起。这几档已经会看到成果啦看到成果尤其我发觉个足个小朋友会去针对讲好，包括讲今日有得奖的这小朋友伫恁厝，甚至有些监督爸爸妈妈咧监督妈妈，都有咧家长咧甲讲我迄囡仔叫我迄外口迄粪扫安怎啥有寡迄水上惊人诶安怎啥咧，算囡仔小朋友咧拄触到遮大人，已经看到寡效果啦台江流域学习奖协助了在地学校的老师甲学生，因更加熟悉着台江地区的历史、生态甲文化。也实行了大道公保境护生的精神，积极培育着后一代，成为台江地区的守护者。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印度料理以烹料出名，其中姜黄甲咖喱等等，拢是美味佮养生。
但最近的新开一间主打印度素食的餐厅，不但头家是印度人，连内面的豆子菜全部拢是印度来，会提供因在地真正统的料理。印度是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甲多元文化的神秘国家。为伫个应福路这间主打印度素食餐厅，不但内面装潢充满印度的风格，就连头家甲豆子菜嘛拢是正港的印度人。餐厅业者麦克表示，伫个10月当前来台湾工作，食素食的伊虽然爱食台湾的素食甲面食料理，但台湾菜真少有嫌，互来自北印度的伊真想着家乡的口味。因此，就甲3位印度人合开餐厅，引进印度的素食料理。都找不到我们要想吃的素食的，真正素食的。所以一天开玩笑，就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们开一个餐厅就好了，我们就开那个餐厅了，就这样子一样。只是第一个开是好玩的，开一下就这样子。后来我们觉得这些人就会喜欢，我们就还开第2间。我们是要给他们感觉是给他们吃道地的印度菜。道地的印度菜，我们不想改，就是辣的东西就辣，不辣的就不辣，因为这边很多餐厅他们都改完的，就是他们都觉得那个台湾人不会吃辣，所以他们都不会吃辣的。我们也给道地的印度菜。麦克表示，其实印度素食的人口大约占5成以上，就算食草的印度人，一礼拜嘛只敢若食1、2天的肉类，但传统的印度烤饼甲咖喱是逐天一定爱食，亲像店内的烤饼是对印度进口的坦都炉制作，完全无用牛奶甲卵，纯粹用高筋的面粉天然发酵。除了烤饼、脆饼、咖喱甲秋葵嘛真受欢迎。台湾比较知道的话，比如说这个平底玛莎拉、秋葵的，这个我们会做特别的。那个蛋，因为是我们没有放蛋，什么都没有放。大部分印度餐厅都会放那个蛋里面，但是我们蛋都没有用。我全部香料都是从印度带过来的。还不错，异国料理啊，风味还蛮特别的。怎么说？像咖喱的味道也不错啊，对，跟台湾常吃的咖喱味比较不一样。因为它是主打素食。对，这点。其实现在吃素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还蛮符合市场的一个需求。对，目前该店除了坚持现点现做，另外佮结合酒吧甲休闲的空间，真适合家庭或者2、3个好朋友做伙用餐，提供舒适的环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华艺术可以在下6月23办毕业典礼，2000多位师生组织做伙，为校园生活留下最后美好的回忆。其中，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的硕士于兆莹，甲2位后生同时毕业，嘛成为会中主要焦点。在个热舞社的热情舞蹈带动之下，中华艺术科技大学6月23号正式来举办着毕业典礼。校园内四界拢是充满着温馨甲欢乐的气氛，并且由着校长曾信超伫个典礼台上，一个为每一个学系优秀的毕业生进行着茂岁摆正的正冠仪式。校长一方面勉励因伫个未来这场会当顺利高升，另外一方面也强调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这几档办学的优良成果。我们的设备都更新了，我们的操场也重新建造，我们还有棒球场，我们的高中申请入学甚至是全国第3名，赢过台大，只输台体大、台艺大。我们的推甄也一直成长，我们学校蒸蒸日上，我们的就业率92.07%是全国第3名。我们的毕业生的薪资也一直提高，所以我们祝福我们学校这一届的毕业都鹏程万里。另外，今年毕业典礼一大焦点就是有母仔囝3个人同时间对学校毕业的趣味场景。我有3个身份，第一个是校友，第二个是学生家长，然后我也是毕业生。那我最开心的是，
我可以作为我小孩子的榜样，好，全班第1名毕业。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小孩哈，以后如果还有继续进修，要跟妈妈一样有这样的精神。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也请来艺人黄鸿升上台唱歌来擦热气氛，也让每一位学生拢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单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虽然自然这科一般被高中生认为是较困难的科目，不过若透过实验，才上届当起学生兴趣。所以中央中学特色教学就特别安排提炼水果 DNA 课程，学生会当亲目睭看到 DNA 是生着什么款。现在嘛，带大家做回来看卖。所有学生拢真认真地处理奇异果，透过一个一个步骤，慢慢将奇异果当中的 DNA 分离出来。被分离出来的 DNA 嘛被放伫小缸仔当中，学生会当轻松观察。老师表示，希望透过这款的方式，学生会当伫课本以外学到新的知识。今天我们做的实验是奇异果 DNA 的萃取。其实今天超兴奋的，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做实验，然后刚好生物的下个单元是核酸，所以我们就做了 DNA 的萃取。而且我们平常都只在课本上看到 DNA 的图片，都没有亲眼看到过，所以今天亲眼看到，觉得非常的神奇。然后我们今天做的是奇异果的萃取，因为奇异果是多倍体，然后染色体会比较多，所以便于观察。那你现在手上看到的这瓶就是这个白白的，就是已经萃取好的 DNA， 它是由很多个 DNA 组成的。因为一个 DNA 的分其实是非常微小，是肉眼看不见的。为什么要就是让同学来实验室做这个实验？其实是因为讲到遗传这个章节，孩子们通常对 DNA 都觉得非常的陌生。对，那我们主要是希望这个课程孩子真的可以看到实体的 DNA， 然后也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科学对着大多数的高中生来讲，算是一个较困难学习的科目。所以老师如何让教学较活泼，让内容兼顾生活化加趣味化，甚至用特色教学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动机，拢是重点，嘛是学生福气。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8度到3度，落雨记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顺风8级。介绍收看6月25日中间台电视新闻，咱再会。